大家好，我係鄭柏榮醫生，我係精神科專科醫生。rTMS 主要對我哋左腦嘅 DLPFC 嘅位置進行調控，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中央樞紐，連接我哋其他大腦嘅部分，負責呢個嘅認知、判斷、分析同情緒控制。針對呢個部分進行治療，對我哋嘅睡眠、情緒、壓力控制、飲食或者認知問題可能發揮到作用。單次嘅 rTMS 治療效用通常持續幾日至1個星期。如果完成多次嘅 rTMS 治療，效用可以持續1個月至數個月不等，視情況而定。文獻上對於如何進行維持治療，其實冇統一嘅建議。如果要維持治療嘅效果，一般嘅建議可以喺完成基本嘅治療1個月之後開始，次數大概係1個月1至2次，視情況而定。